自以往防治天狗热事件当中发现，天狗往往是滋生白眉蠓的热点。台南市政府提早做出反应，将4月15以后定为天狗防治月，加强民众对着天狗巡查意识，莫成为白眉蠓的温床。去年的经验，还有包括以往的经验，在登革热防治上，天钩是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滋生源的来源。天钩轻了又轻，蚊子来了又来，孑生了又生，所以说。我们其实天钩也是南部，尤其在台南建筑的一个特色。很多建商甚至于鼓励住户说要设天钩，才不会让滴水造成很困难。那可是问题是，这个问题也是不是间接造成了台南市登革热案例居高不下，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事实上，天钩每次都常常检查出来有孑孓，还有病媒蚊滋生，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呢，我们今年算是提早来对于这个部分来加强。一方面鼓励民众不要再设天钩了，既有的天钩可不可以再加以改善？能够让它变既有这个排水的功能，又可以不要滋生蚊虫。除了定天狗防治月，市府也送予每一里一组天狗棒，用来巡查执行员以及导游的用途。我们事先要巡查天钩棒的时候，我们会把需要投药的这个痢剂放在我们的这个瓶子里，然后接着呢，我们有一个这个镜子。那我们这个棒子非常的这个简单哦，也很容易操作。其实民众我们鼓励他自己在家里也可以操作哈。那我们的这个棒子它可以做一个伸缩。那比如说我们伸到一定的这个高度之后呢，那我们把它这个锁紧。好，那接着我们就可以呢来探查我们的这个屋顶的这个天钩的一个状况哈。那假设我们看到这个里面是有积水，那不容易清除，因为很高，那我们可以把它转过来。我们看到这边有一根线，好，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呢一拉。那我们这个药就可以投在我们的天钩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简易的一个天钩棒。其实我觉得家家户户如果说自己这个很简单的一个 DIY， 它只需要装上一面镜子跟一个这个简单的这个投药的，那么就可以帮助我们家里也可以自己做这个 DIY 来学习我们怎么防治我们的天钩。卫生局提醒，天狗热防治无咧分平常日甲假日，尤其现在天气愈来愈热，当适合网虫繁殖。邀请市民一定要把握雨季进前的时间，加强落实巡岛清刷防治作业，以增强台南市的防治量能。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